有国民党的立委主张讲，总统应该爱定期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，而且必须的是，互问过就爱随应过。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，宪法的条文用词无共款，而且美国、法国嘛无问过随应过方式，可能会有违反宪法的疑虑。 总统去立法院国情报告，敢要顺达用什么款的模式引发朝野的争论。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日邀请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专题报告甲质询，对部分国民党立委主张总统应该定期去国会报告，而且采随问随回答。周万来在书面报告当中，以宪法条文用语无同，点出可能的疑虑。美国及法国的国情咨文之实施经验尚未见即时询答方式，未来。 我国国情报告是否采行不同的询答模式，仍有待委员共识决定。司法院指出，就宪法征收条文第4条第3项，总统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加询答的方式的规定，要无相关的解说或者是裁判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张嘉宾批评讲，2000年修宪，主当时国民党是多数，官邸后壁迄段并检讨国事，提供建言，都是迄当阵方提掉的。条文的检讨国事，提供建议不一样了。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，单一党过身份章，那国民党是不是也同意删除后段？会经过这样的调整，是国民党当时也同意的。即问即答的情况下，他对于官员有一些羞辱，总统在议会上面被人家羞辱，这是我们要考量的。很多时候，同问同答会变成总统的一个秀场，好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问倒他。当时的柯建铭说啊，马英九到立法院进行国籍报告，必须采取即问即答。 否则根本没有意义。朝野立委讲红唔来遮的，顶礼拜5立法院议会总质询，发现立法院长韩国瑜宣读唱名3届了后，宣布无到位委员跳过，引发绿营控诉没收质询权。曾水雄讲，周万来无随纠正韩国瑜的错误，不过罗志强反倒转来问周万来讲，韩国瑜敢受唔对气？周万来讲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